心唔沾无香的皮蛋。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呀？就是讲咱人吼，工业社会，生理的竞争，脑筋是愈来愈好。若是无趁的生理啊，绝对袂去做，安尼就是巧啦，你知无？啊，这个金龟唔休无休的树丛，这什么意思？你敢知？你讲啊。这个金龟本身是青色的啊，啊，你树啊若无休啊，啊，金龟休咧就无迄个保护色啊，啊，无保护色，定互囡仔来忙个耍啊。所以对安尼无保护啊，所以讲咱无论做什么代志，一定爱家己安全性设想，啊，才来去做代志。好，这款是较自私的想法就对啦。算爱保护家己啦。对啦。你若像青安尼若平的，即摆迄阿门头空的电话条的边吼，会去用牵着。对。阿门头算灰色的啊，这黑色的啊。你这都要去徛搭徛电线边，较袂去用牵着。我讲安尼。你食饭你定来讲诶。啊，我讲实在话，无你就爱去平的，迄铁基路迄边啊，迄黑色的电话条。条。暗时啊做代志较方便啦。我知。哈，强啊底，强啊底，你会害你，若踮咩安尼强吼，你有当时啊早晚会出代志。有影，我是讲批论讲啦。对啦，行为爱端正就对啦。我讲，我你讲，狗母若无孝，袂对狗公。哦，你哪来讲你拢特变家己变的，啊变甲迄拢安尼，足歹听。什么家己变？你即摆拢讲动物对唔对？你拄则讲啥？我讲好神啊。对啊，啊伊讲金龟啊，啊我讲较大只，我讲狗母啊。解释啦，解释。解释我讲听，比如讲吼，这只狗母若是无孝的时，伊无可能去对狗公啊，对唔对？就是因为这只狗母咧孝，伊毋才来对狗公，对唔对？奇怪，我看的，我你真甲看的拢无共款呢。啊，拢无共款。阮迄拢迄款的乌狗公吼，伫咧对狗母个做。啊，我你两个查甫是咧创啥啦？恁敢若今仔拢咧讲笑呢？那恁两个啊，嘿。